来关心国共生机的流感预防社，逐年拢占咱公费流感预防社的5成以上。即马是风声讲，内部的员工是对外亚康，讲去年风台期间有因内底的员工掠上百只鸟鼠到实验室，这是引起外界的烦恼，讲安尼预防社敢袂受鸟鼠的污染。小数第3天针对这件代志去稽查公布调查结果，确认讲这有鸟鼠的所在，甲生产预防社的所在是无共间的实验室。也毋过嘛发现讲，因消毒记录无够完全，有4项欠点，已经限期改善，若无相关会罚200万。国共生机是台湾第一间研发生产疫苗的上市公司，每年提供5成以上的公费流感疫苗给国人做。不过，即马内部有人逼讲，台中的潭子区实验室有上百只鸟鼠死过卵，规间实验室臭毛毛，让人担心会污染疫苗研发加生产。实验动物的这2件事情啊，都是发生在这个研发的实验室有关啊。那么这个其实跟我们的产品的生产、疫苗生产是没有关系的。国共生机第23出面澄清，讲这件代志是发生在去年7月，因为强烈风台开灭，台中临时放2天风台假，造成无法度照时间甲实验动物，遂送去南投的专用动物房。研发实验室甲疫苗生产作业的场所是无同，未有疫苗污染或者是变质的问题。卫生部长邱泰源讲，食药署会派人去稽查，若有违反相关规定，会依法裁处。如果说的确有在违反 DNP 的规则我们可以用药事法来罚款至少3万到200万的中间。经过稽查，确定有鸟鼠的所在甲生产疫苗是无同的实验室，并无疫苗品质安全的问题。验过发现，包括实验动物接受管理无完善，还有消毒记录无完整4大缺失，要求伫1礼拜内改正，若无相关会当罚200万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